心思坚定，你爸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承担起责任。可笑，他后悔当初没承担责任，为什么要现在在临终前认回小爱？他是想保护你们。他什么时候保护过我？李丽，你爸最后悔的就是亲手把你推到了李静身边。你知道吗？蝶恋破产根本不是意外，是李静一手策划的。你说什么？李静早就盯上你了，盯上了蝶恋的专利。他先是切断了供应链供货，然后又收买财物造假，最后假装雪中送炭，让你心甘情愿嫁给他。那我爸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他需要李静的钱为他治病。骗子，全是骗子。我像个傻子一样，被骗了那么久。张丽丽，你听好了，你有好姐妹，还有我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小安，如果没有我和我妈妈的出现，那你是不是就拥有正常的家庭、幸福的人生啊？如果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，李静是不是就不会看上我？如果李静不会看上我，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家破人亡？小安，我要是早一点听你的话，离开李静，是不是就可以少受点苦，早点解脱？我是不是一个自以为是、让人讨厌的人啊？这个世界是不是没有我更好？这个世界有没有你都一样，是我的世界，有了你会更好。周丽丽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，你不能为了别人的错而自责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等一下，你已经在这个年纪把所有的苦都吃了，那么老天将会给你奖励一颗糖。甜不甜？甜。太甜了。
这些你都知道吗？嗯。那你恨我妈妈吗？当然不会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是你的妈妈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。她一个人创业，撑起了整个公司，她真的很了不起。如果不是她，我可能连高中都上不完。她的人生不完美，但她真的帮助过非常多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她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能够一生的平安快乐。我欠你太多，不值得你爱。是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啊。你是不是很想让我叫你一声爸？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字。从我生下来开始，恨你到现在，要不继续恨下去？小爱也还没接受你呢，以后也许会，也可能永远不会。你活该。喂，下辈子要么做个好爹，要么别再生我们。你没能保护我的，我自己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在天上保佑小爱，让她永远生活在阳光下。不是说可以为了我去死吗？你真想要我死啊？你放心，你死了我把命赔给你。
疯了？对啊，陆枫怎么会爱上你？李健，你怕死啊？我知道你是人渣，没想到你是个废物，胆小鬼！你怕死，我不怕。林烈，说好陪我一起去死，还算数。丽丽，我在这。丽丽，你昏迷1天了，你现在很虚弱。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，他不会有事的啊。她是我妹妹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做什么事儿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我都没有保护好她。冷静，冷静，放心啊，我不会让他出事的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就是我已经失去妈妈了，我不能再失去妹妹。你已经很勇敢了，是你救了他。睡吧，你需要休息。我睡不着，我一闭眼都是李李满身是血的样子。丽丽会好起来的，你也会好起来的。嗯，是不是我爱的人都会离开我？我一直在呢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时间到了。什么时间到了？李总开会的时间到了。李总，您喝口水吧。
庄离离，我认识她吗？认识。是个女孩吗？是个很漂亮的女孩。其实李静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越是没有安全感，越是想要控制一切。但这也不是他做了这么多恶事的理由。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再见了，过去的我。一切都结束了，走吧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小安。你呀，在国外别浪太久啊，没地方去呢，就回来找我，我收留你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大公司愿意签我了，真的啊，恭喜！好开心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记得要照顾好自己，有事随时找我。知道了，姐姐。林森，这一次我终于可以不用叫你小叔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会怪我，但我必须离开。是谁说一家人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？你能照顾我，我同样可以照顾你。不要丢下我。我一直在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需要找到我自己，而不是一直的依赖你。你已经给了我太多太多了，但我不能永远的活在你的世界里啊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我心甘情愿。我想，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能真正的平等面对彼此。你不再是我的小叔，而我也不再是你眼中的那个小孩。我相信，我们还会再见吧。真的要走吗？要走多久？还不知道呢，要是玩得开心，3年5载吧。小叔，我走了。小爱，
这是你妈妈给我的礼物，我现在送给你，希望它可以帮你记录外面的风景。原来，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你曾经那样深深的爱过我。是花美，还是人美？懂。怎样告诉一个人，我爱他？让我们欢迎薇诺娜品牌新推官、国际超模庄黎丽。每次大秀前，我的美白发光秘籍：熬夜拍戏，户外彩排晒黑，想要肌肤变得健康透亮，就用薇诺娜修白瓶。只有它能让我随时保持好的状态，边修屏障边美白，白的健康，白的安心，白出好气色。敏感肌美白就用薇诺娜修白瓶。该吃药了。该吃药了。听话。张嘴。老婆，我会爱护你一辈子，陪着你一辈子。
七七，画什么呢？当然是画你、爸爸、我，还有妹妹啦。这么着急当姐姐？如果你真的有妹妹的话，你会对她好吗？当然会呀，你对黎黎姐不也那么好吗？而且，在你还是我姐姐的时候，你对我也很好呀。所以，我也想当个好姐姐。看吗？谢谢你。每一次黑暗来临之前，唯有我们的信任能成为彼此不灭的微光。黎黎，我想我们终于都做到了。